我唱一段吧。谢谢谢谢。那我来说个舞蹈吧。好的好的。哎，慢一点，我的肚子激动了，美女！我靠！稳重一点好吗？我说你来的时候把我吓到，我以为是隔壁的敲门的，让我小声一点。但这个房间好像很隔音。隔音好的很，我什么都听不到刚刚。真的吗？在门口什么都听不到。真的，话是听不到。那就好。刚刚除非我贴到门口，因为说对我们声音最大的时候。除非我贴到这个门口这边耳朵这样听得到一点，真的听不到。没有声音啊。原因不是我的原因吧？应该他们的吧。等一下让他唱。还在。好喜欢那个苏中主，不知道他要唱什么。我们赢了。你来闭麦一下，我们两个没闭麦的吧？所有人都闭麦了。哎，哦，一柱唱完了。哎，来，好的。好。声音小一点。好的。这个也是。可以。谢谢。非常的好听。那老师们不知道了，我也跟走了。好。好的，拜拜。